2月1日清醒的目標，第二步就開始悄悄地、漸漸地滲入我的生活。我無法說出自己是在什麼情況，或是那一天開始相信一個比自己更高的力量，但我現在肯定已經有這種信念。12步驟和12個傳統第12頁，來相信吧。當我感覺喜歡這種信仰，或者當我認為這種信仰看起來很不錯的時候，我就會口頭上說說支持。其實我從未真正地相信上蒼，我不認為上蒼會關心我。我不斷地想要改變我無法改變的事情，逐漸地我開始把一切所有的責任都推給了他，並厭惡地說：既然你是無所不能，所有事都由你來處理吧。他真的就接管了。我開始得到了最困擾我的問題的答案，有時候是在最不尋常的時間，例如在開車上班的途中、午餐時候或者睡眠時間。我知道我從未認真思考過那些問題的答案，這都是那比我本身更大的力量所賜予我的答案。我開始真正的相信了。